讲下，一下迄讲的迄样嘅母语，希望在学会里推动一下计划之后，样嘅母语都上述下去，安住说。认真，公所有推广一只讲客嘅服务，俺们好多动作客家话哦，讲下实在係一神奇嘅事情。也希望人哋相信，同人哋乡所团队呢，共下来打拼，同人哋客话永久流传下去。三盲大兵3-2清站，爱讲客3-2，欢迎来了。